最近天气烧热，都有真侪游客会去南投的溪头比热。不过民众看到这大头番仔讲要拜山神，伫咧步道的边仔草埔烧金纸。另外，彰化市的儿童公园是有查甫囡仔甲车马带入去沙埔内底，差一点仔都害人着伤。来去去林间步道边的草埔仔，所有民众发现有人伫遐烧金纸。袂当烧金纸吧？安尼尔无爱啊！危险刚来哦，危险啊！刚来，正伫山神尔啦。查甫人跪落来苦苦哀求，强调家己是个敬神尔尔。不过民众也是会烦恼造成火灾。至少有民众伫溪头步道看到有人烧金纸，随通报园区。园区表示，依照新立法规定，若准有隐晦行为，通罚12万到30万。也考虑到查甫人的行为是小可代志，暂时先甲警告。看他的当时的行为啊，是不是有造成延烧啊，或者是你有取附近的枯枝落叶啊来进行焚烧，而且有造成蔓延。另外来看彰化市这大儿童公园，有民众看到2个囡仔甲竹签仔带伫咧酸刷的窟仔内面，安怎苦劝也拢无效，就录影铺上网络，提醒其他家长爱注意。公所人员连续几多天到现场清理，也是会当找到签仔。哎呦！哦，真正有一支呢，真正有呢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真正吼，食米啊吼，用这祖先食的，啊，真正平爱食。除了签仔内面还有粪扫，甚至是尖尖的树枝。彰化市公所表示，除了考虑设告示牌提醒家长注意，也会加强摒扫。其他家长就表示，除了提高警觉，也会提醒囡仔唔通碰车卡，才袂着伤。有那个伤害身体的风险。最伤害到别人。这个行为可以要求父母要加强亲子教育，教育孩子健全安全的概念。律师表示，若是造成其他人受伤，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就刑事甲民事责任。就算目前无人受伤，主管机关也是会当请社会处加强家长的亲戚教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